我靜靜雞嘅話俾你知，煮飯嘅15條秘訣，特別啱嗰啲成日喺屋企煮飯嘅人。第一，煮雞蛋嘅時候呢，加啲醋，佢唔容易裂殼。第二，煮羊肉嘅時候呢，放幾個山楂去酥味。第三，煮牛肉嗰陣呢，加啲茶葉，更加容易煮爛。第四，煮粟米嗰陣呢，加啲鹽會更加甜口。第五，煮餃子嘅時候呢，加啲鹽啊，佢唔容易甩皮。第六，煲排骨嘅時候呢，加啲醋可以促進鈣嘅吸收啊。第七，煮紅番薯嘅時候呢，先用牙籤或者筷子啊，篤幾個窿啊，佢熟得快。第八，煮蓮藕嘅時候呢，加啲醋啊，可以防止變黑。第九，煲米飯嘅時候呢，加啲油，更加鬆軟喎。第十，煮鱈魚嘅時候呢，加啲澱粉，容易出膠。11，煮綠豆湯嘅時候呢，加啲檸檬汁啊，唔會變紅嘅。12，煮毛豆嘅時候呢，加啲鹽同埋油，顏色更加綠，更加靚仔啦。13，煮麵嘅時候呢，加啲油，佢唔容易黐埋一齊。14，煮菠菜嘅時候呢，先飛水，可以去草酸啊。15，煮豆腐嘅時候呢，加啲鹽啊，佢唔容易碎嘅。如果係驚記唔住嘅朋友，可以分享俾身邊中意美食嘅親朋好友啊。另外今日仲要話俾大家知一個秘密喎，整雞如果你係水滾就直接落鑊嘅，咁樣再靚嘅雞肉都俾你糟質噶。作為一個廣東人，如果連雞都唔識整，咁真係生嚿叉燒好過生你啦。咁喺屋企煮雞究竟係用凍水定係用滾水呢？好多街坊都中意食雞嘅，但係我夠膽話10個有9個半都係搞錯噶啦。自己喺屋企煮雞加咩調料其實唔重要，你只要記住我呢個方法，煮出嚟嘅雞啊係皮脆肉滑，雞味十足噶，令人食過都翻尋味。就算係超市入邊啲冰鮮雞啊，都可以化腐朽為神奇，食到一家大細都係舐舐脷啊！喺呢度咧同大家分享我哋鋪頭嘅招牌菜五指毛肚鹽焗雞嘅秘製做法，椰香味濃郁啦，同你之前食過啲鹽焗雞啊都係唔同噶。咁最近廣東嘅天氣經常係又濕又熱，周身都唔聚財，至啱就食呢個五指毛肚啦。用幾分鐘時間學識呢味家庭版嘅五指毛肚鹽焗雞，做法非常之簡單啊！屋企有個電飯煲就可以輕鬆搞掂啦。整出嚟嘅味道呢，椰香味濃郁，皮脆肉滑，鹹香度啱啱好，包你屋企班化骨龍啊，個個都爭住嚟食噶啦。咁埋嚟睇下我哋點樣整嘅，有3個關鍵嘅地方啊。首先第一步呢，去清遠咗一隻未拍過拖嘅走地雞，清洗乾淨之後落一療程嘅鹽，同呢隻雞呢做個全身按摩，目的係清洗雞皮表面啲污糟邋遢嘢，跟住俾個檸檬啊塗勻全身啊，咁樣可以去腥增香，同時留一層淡淡嘅檸檬香味。我教大家煮餸啊，係咁以幫手點個免費嘅小紅心支持一下，多謝晒咁多位啊！祝大家時刻有個靚心情，每日都好似開籠雀咁開心。第二步，拎起一壺滾水，兜好多面咁淋落雞身上，可以令雞皮收縮緊緻，呢個雞皮爽脆 Q 彈嘅秘訣。最後第3步重點嚟啦，五指毛肚鹽焗雞好食嘅關鍵就係呢個五指毛肚鹽焗粉啦。佢係粵菜5星級大廚精選五指毛肚研磨成粉，根據黃金比例搭配而成。放喺包括其他咩糖啊、味精啊、鹽啊都唔使再放噶啦，跟住落翻一殼本地純正嘅花生油，塗勻全身啊，醃製佢741分鐘啊。趁住呢個時間啊，電飯煲底呢鎖一層花生油，再鋪一層薑葱蒜，跟住落呢個醃好雞落去啦，剩低呢啲醃料汁啊，記得唔好嘥啊，跟住倒埋落去，冚蓋撳個煮飯掣，大概半個鐘呢，大功告成啦啊！一打開個蓋，成間屋都係五指毛肚嘅香味。咁樣整嘅鹽焗雞真係爽滑又香又嫩，顏色都非常之靚仔啊！咁隔離老王啊，聞到都流口水啦。關鍵係呢個五指毛肚鹽焗粉係經過無數客戶一致好評，用過嘅都豎起個大拇指噶。咁平時仲可以用嚟做呢個鹽焗豬手、鹽焗蝦等等都係冇問題嘅，色香味俱全，好食到根本係停唔落嚟嘅。咁呢個五指毛肚鹽焗粉，大家可以喺附近啲超市或者小賣部睇下，咁睇下有冇得賣。咁如果係驚買錯又嫌麻煩嘅，可以點擊我頭像下面嘅櫥窗就有同款嘅五指毛肚鹽焗粉等緊你啦。嗱，林帶翻屋企試下啦，關注我，每日分享廣東嘅家常菜。